们来看一个影片，那这是我最近一直在倡议的。那台湾的民众就完整的承受台湾的价格更多了。其实这个委员是借机会做政党宣传的。但是呢，其实修宪的程序呢，我想院长比我清楚啦，非常的难，非常的难。那我也希望你，院长是位前辈能够去支持我们这个晚辈，能够在立法院看他能不能让他联署成功，至少要先去成立修宪委员会。其实这个委员是借机会做政党宣传的。刚才你那个影片，没有，这个还是要去倡议这个修宪这件事。不过这一点，我想其实各政党应该都已经共识了，因为这个题已经讲很久，也是社会最高的共识。其实还有几点理由可以加进去啊。是。第一，就是现在的科技发达，所以孩子、年轻人接收资讯比过去的时代快，而且方便，而且国际化、全球化。所以现在的孩子比当年的孩子，我们以前要乖乖的从乡下到都市一步一步读书，现在的孩子早得很。像你刚才问我孙女几岁，我的孙女我问她要读哪一间大学，她说她要读火星大学，所以孩子已经超过我们想象。所以现在成熟的很快，知识进步很快，所以应该让孩子早一点，让他们能够做决定。自己的未来、世界的未来、人类的未来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从公平上来讲，我们很多法律限制或者课年轻人责任，比如我们有些刑法上的刑责，不是到20岁才负责的，所以这个对等上其实对年轻人不公平的，甚至于其他方面都有很多，我就不胜枚举，不占用委员的时间。这时候我倒是很认同让院长多帮我们宣传一点哈，因为你讲一句话胜过我讲100句啦哈。武汉肺炎是这个促使台湾主权自主的一个契机啊。所以你比如讲一寡吼，定伫遐田中田讲的艺人，伊伫这个时间向拢会变勇敢的台湾人。勇敢的台湾人，这是一个足奇怪的代志。院长你好吼，首先代表咱选区的民众来感谢政府甲全台湾的公庙主委。是的，歹势较无经验，我先 Q 人。直接开始了，邀请院长，请苏院长。所以吼，咱爱感谢这30几万人伫这段时间吼来付出的心力，以及着咱对着台湾吼，这道包括拢听着政府吼咧替大家做代志。那其实咱知影吼，包括因为咱建立一个真好的健保的系统啊，甚至吼有一寡平常时啊拢讲家己是中国人的人，吼家己破病吼是讲中国发生代志，有来走转来变台湾人。武汉肺炎是这个促使台湾主权自主的一个契机啊。所以你比如讲一寡吼，定伫遐田中田讲的艺人，伊伫这个时间向拢变勇敢的台湾人。勇敢的台湾人，这是一个足奇怪的代志。咱来足感谢遮的这个医术人员啦，而且有一寡建议，互大家参考看卖。因为前线压力，我相信部长、院长你拢压力真大，但前线医术伊嘛有真大压力包括着。最近已经有几项新闻，便当唔敢送你去病院，也是讲这个学校的同学要求讲医师的囡仔，莫来上课。